其實我覺得同平時再做呢一個 Time Ray 返 Home 咧，佢嘅其他頻率咧，佢唔係呢一種流動嘅感覺嚟嘅，即係佢會係一種你拎住兩個棒，跟住佢有啲電流感，咁嗰啲直線來回嘅感覺咯。而呢一個 program 係好明顯，你知道佢係循環咁喺度轉動緊。呢個係全新嘅48個長壽 program 嘅其中一個，第12號。我覺得佢個感覺係好明顯嘅，即係嗰個電流咧，即係如果用手揸住個電流咧，跟住佢去運作嘅時候咧，佢係好明顯咧，一開機20幾分鐘喺度倒數嘅時候，佢係直接咧喺鎖骨上去個頭度，即係好似兜咗一個圈，喺後尾枕骨度兜咗一個圈，你係覺得佢喺個腦入面咧轉咗2個圈咁樣嘅感覺，跟住咧就再慢慢轉翻落嚟。而家咧我去到大概19分鐘啦，咁佢大概係喺呢個位置咁喺度運作緊咯，即係喺度轉下嘅。即係其實我覺得同平時再做呢一個 Time Ray 返 Home 咧，佢嘅其他頻率咧，佢唔係呢一種流動嘅感覺嚟嘅，即係佢會係一種你拎住兩個棒，跟住佢有啲電流感，咁嗰啲直線來回嘅感覺咯。而呢一個 program 係好明顯，你知道佢係循環咁喺度轉動緊。同以往嗰啲好唔同。好唔同。太好啦〜